加拿大是民主自由国家，事实上，加拿大也有一段政府侵害人权的历史。第一届世界大战时期，加拿大通过战争措施法，用保护国家安全做理由，爱人民放弃土地财产，甚至是强迫劳动、侵害人权。加拿大历史博物馆用这段历史做主题，在台湾的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展览。咱的人权博物馆表示，台湾通对加拿大的历史经验当中学到，咱台湾也着爱了解过去，也爱反思。乌白的战争相片，这场展览为第一摆世界大战这段时期的历史讲起。1914年，加拿大参加第一摆世界大战了后，伫同一年8月份通过战争措施法，以保护国家安全做理由，扩大限制人民的自由，造成人民的人权受损害，亲像爱人民放弃土地、财产，甚至强迫劳动，原住民互人当作二等公民，有左派思想也有罪。We are a country that has treated indigenous peoples as second-class citizens, that has often been intolerant of non-European immigration and non-Christian religions, a country that has criminalized radical left-wing ideology. A country that locks up its artists and its poets or forces them into exile, that's like the Colonel's Greece or Franco's Spain. 展览也透过访谈受害者记录因安怎互政府侵害。七点前表示，虽然大部分加拿大民众知影战争措施法造成人权损害，但是无一定完全了解这段历史。安排这场展览的国家人权博物馆表示，加拿大的这段历史甲台湾维权时期面对的状况相像，希望透过加拿大的咧，互台湾也会当知影了解历史、反省历史的重要性。爱甲这过去的历史的真相做就完整的研究吼。会使互大家了解，我感觉是人政馆的责任是应该是安尼做。大家爱对于咱过去的历史爱熟悉，咱较会知影讲咱台湾的主体性是啥。这民众认为加拿大是进步民主的国家，其实因嘛有政府侵害人民的历史。国家人权博物馆表示，最近也有参纽西兰、乌克兰这寡拢经历过历史相混的国家交流，看人是安怎面对、安怎转变。人权馆表示，面对是和解的第一步，才会当避免悲剧甲错误。记者郭林玉凯新北报道。